在创啥啦？无啊，我甲你讲吼，即马吼艺人哦，哦，体壳管吼艺人哦，足艰苦啊！我爱记录我的生活，爱铺影片啊，啊，搁爱翕相来下巴痛，安尼哦。嘿，喙齿痛，啊，巴肚痛，腰痛，啊。我真啊足奇怪呢，比如讲你若咧食饭的时阵啊，你着拢爱互手机啊先食，是啊，对嘛？去到倒的时阵，你着安尼爱先翕，啊，拢无好好啊咧看迄个风景。阮就是讲啊，这物件好食吼，啊，你看着感觉真好食款，啊，我着用我目睭记录起，真好食，我着用我喙记录起，甲食落我着用我巴肚记录起，对无？啊，你好啊，会啊，你摕到这几个真正甲我翕起。无啦，每一个人拢有无共的方法来记录家己的生活。哦，嘿，啊，咱即卖的这集好朋友嘛是安尼，用伊家己方法来记录伊的生活。是的，可能是算用8点档来记录。你讲咱连面要请这个好朋友用8点档来记录伊生活。是啊，你同意啊？哎呦，对哦。欢迎收安排。哎呦。咱这个有大牌，今仔日有小牌。伊是我的小妹呢。小妹我生路啦。生路啊！伊捌做过我小妹差不多要2年。什么？哦，差不多2年嘛。因为我真介意演戏嘛，演过真侪台湾无共女性的代表，嘿私底下真爱爬山。伊若是做工课的时候用8点档来记录伊的生活，啊，私底下是用爬山。对，你是凹豆卡。对，啊，因为去到爬山啊，就感觉心情较开阔，是，心情加较好。啊，到迄落山顶的时阵啊，就看遐个风景，感觉台湾真正是足水的，鬼斧神工，感觉只有台湾看会到的风景。我生伫台湾，我真正是足幸福。足幸福。啊，咱今仔日呢，咱要介绍什么？对咱先生要记录什么？要记录什么哦？伊用的方法哦，都足特别哦，嘛有艺术感。艺术感。是啊，来介绍咱的导览先生，交互咱的康慧伴控啥？大家好，我是控沙。我平常时嘛最爱用翕相来记录我的生活。唔过咧，今仔的导览先生记录台湾的方式真无同哦。咱来看这段影片。是毋是无想到？影片先底啦。想对哦。哎呀，长得好看，你讲确实。嘿啊，看无够吼，袂要紧，今仔导览先生拢来现场啊啦。安尼哦。嘿，我感觉因为我家己是无想过讲，记录台湾，因为平常时拢是用相片嘛，因竟然是用喷漆加乐高，有人讲伊是塑胶砖啊，嘿，塑胶砖啊来记录，所以咧，阮即马就要甲2位导览先生来请来现场哦。第一位咧，就是阮的乐高的专家，欢迎阮的 James 老师。嗨，老师。美国 James。来，欢迎 James 老师。你看伊的手摕啥物？伊的手。嘿。塑胶砖啊，Lego 啊。因为伊会紧张啦。James 伊升乐高升到什么程度咧？伊互迄乐高的总部啊，丹麦总部讲，你敢会当来阮遮展览你的作品，所以伊甲伊的作品摕去丹麦总部遐来去展览哦。迄偌困难，你知无？真的，真正就厉害。全世界有偌济人咧算乐高？数不清哦。算袂出来，算袂出来啦。我甲你讲，我去迄个Lego，我去丹麦，伊迄个饭店有无？伊暗时咧困的时阵，伊遐有一群，互你咧算伊的Lego。啊，你迄讲伊有主题，比如讲今仔是鸟啊，所有住咧遐个人啊，伊今仔拢做鸟啊。啊，你甲你的作品摕去顶悬比赛。过顶讲伊会选
规个饭店的前3名。哦，你若去互选到，你就会使踮遐搁住饭店，加住1暝免钱。哦，是一个月无啊， 1暝。啊一暝哦。你干那迄个饭店，你要赢人就足难的，伊搁赢全世界其他的人。就厉害。等下你看到伊做出来物件，真正会感觉哇，那遮厉害，迄讲有够油的，所以等下互老师来好好点啦，来，请坐。第2位，搁咱先生咧，伊足古锥的，伊是阮高雄的查某囡仔，伊足古锥哦，伊细汉呐，毋过呢，伊的作品上悬有到6赞老悬。来，阮来欢迎阮的担落去。好，哎呦，你看，哦，啊你微微的衫就知啊，高雄查某囡仔就是擦水，高手，哦嘿，伊喷菜啊，拢爱用这，就是这甲大家介绍一下，红豆面骨，嘿。嘿，哦，拢爱挂伫身躯，因为迄喷菜，伊的喷菜干那就是伊的笔啦，所以啊，伊就创作足侪台湾的动物啦、然后文化啊、历史啊。声明伊嘛画，嘿，啥物款的物件伊拢会晓画，所以等下就互老师好好来甲大家介绍你的作品。好，欢迎。你这嘛是家己喷的，还是无小心去用到的？这拢无洗哩去无洗你，无洗你嘛洗袂起来。嘿，洗袂起来。啊，你母也甲你骂袂？哦，伊放弃啊啦，放弃啊，嘿，安尼一就好。开始你伫咧街头咧喷菜，应该是讲啊，你是喷咧要创，迄嘛有毒呢。是啊，家己嘛是会烦恼啊，所以就是爱治这，就是爱保护一下。嘿，但是就是讲即个街头喷菜，伊一开始是为对来的。算是欧美国家啦，嘿，外国人的文化啦。嘿，啊，传入去台湾差不多只10几年的代志，因为其实迄喷茶敢若较无共啦，其实台湾较少，因为迄是专门的。毋过即几年来，较有即种较专门的，啊，画图画起来较好控制，所以就人就有愈来愈侪安尼。啊，你即摆100度是用喷的？这是喷的，毋过这是我较早其实是摆搭的，摆搭画即种叫做喷草的。摆搭是啥物？袂我画的摆摊。哦，嘿，摆搭，摆搭，摆搭。摆搭。哦，摆搭。这是以前啦，毋过即摆就是画壁较多，哈，讲画壁。诶，无共款，只是讲共款拢是用喷茶，佮只是无共款。这是用喷的。哎，是要怎嘿，这喷？喷的就可能会用报纸还是啥物，甲这写了，甲堆做伙了后，用报纸甲压伊啊，就会有即种效果啊，就是较有烧啊，即种效果。啊，过来就是搁一个模板，嘿，一个网仔甲钉伫内底，安尼。啊，这较紧啦，差不多5分钟、10分钟。 100度5分钟、10分钟，嘿，就是这较紧。这会当摆摊啊，哎，因为爱紧啊，爱紧，人要等啊，5分钟上济，诶，紧大家好奇啦，会来看呢。足够的。这街头喷菜，啊，这边是咱的 Lego， 塑胶砖啊。嘿，你为几岁开始爱耍这个 Lego 塑胶砖啊？其实我细汉较少咧耍，因为厝诶无准备，无买安尼，啊是大汉的时阵出社会，趁钱家己买安尼。迄阵一开始是以前女朋友买一组后我安尼，我才开始耍的安尼。这是你的启蒙呢？算是啊，是啊。伊拄则咧讲，自细汉无法度，因为迄一包足贵的呢。足贵足贵的。因为阮囝自细汉足爱耍的。因为你有钱啊，你会当买互参伊啊。我有钱，有一款节目无想要主持，因为遐耍迄我搁去主持。为着恁啊。为着你的兴趣。无，迄是训练伊的空间的概念。真的，真的，是不是真的。这个就是迄啦，来去丹麦的纪念碑，2000 2018年，迄时阵你受到邀请去丹麦，对，去展览。嘿，2018年有邀请去丹麦展览，伊送互咧参加的人，参加的人的一个纪念安尼啦。哦。其实迄个所在叫做 Lego House， 英文叫做 Lego House。伊是一个博物馆，伊去咧丹麦的乐高总部边啊。安尼伊其实伊内底嘛足侪用这塑胶砖仔做的艺术品，会使囡仔
大人带囡仔会使去耍。啊，伊最特别就是4楼，伊4楼有一区叫做英文叫做 Masterpiece Gallery， 就是杰作艺廊。那伊每年啊，拢会甄选，邀请12到14位，作家炸作品去展览安尼。当年全世界安尼几亿个人内底，才选15个人去展览。12到14。12到14个人去展览，你看这偌厉害了不起，台湾之光，台湾之光哇！啊，今仔日咱为各位，阮就为台湾之光开始好啊吼。好啊，来，请。雷公姐。太恐怖的啊啦！这应该是乌面拿杯吧？对，乌面拿杯。这嘛厉害！台湾蓝花。这应该就是迄个人物的头，对不？不是，迄不是头。不是头，我就知影迄不是头，嘿啊。台南美食。哇！沙巴鱼汤，啊，这就是挂包。这是我第一摆看到人做这个塑胶肠啊，我会吞嘴烂。豆丁海马。2022年时阵，咱家人的东北角有出现。阮就为台湾之光开始好啊吼。好啊，来，请。雷公姐。大家好，我即摆来介绍我用塑胶肠仔创作的作品。第一件作品，大家会使看到是海洋世界。因为我本身有咧唱水，我感觉讲咱台湾的海洋是足水的，嘛足侪鱼啊、生物会使去看。我感觉讲我有咧用塑胶肠仔咧做物件，我就用塑胶肠仔。尝试创作海洋世界安尼，这边大家会使看到讲有足侪种鱼啊，这鱼啊拢是咱台湾海边会使看到的，例如说小丑鱼，都有山湖顶头的关刀，就是这只黑白相间的这只鱼啊，这拢是珊瑚礁鱼安尼。搁有麻，都有麻，都有海马，小燕鱼安尼。正手边啊。黄色的迄哦。黄色的嘿。哦，安尼，我嘛有另外一件是做豆丁海马，我真正嘛有早来现场，会使互大家看。你知影豆丁海马是啥？桌顶的海马，就是讲伊平常时若无代志，拢困咧桌顶嘛。桌顶海马，是豆丁海马，一只，足细哦。现实中。安尼2-3公分，这是全世界上细的。上细，海马直接安尼，海马直接安尼，就歹找，对无？毋过老师甲伊放大，变大只，哎呦，后壁是酸螺哟。嘿，这是伊特别一种酸蚵，伊就选一个所在大，无伊会互人食掉，伊会伪装伫这种酸蚵内底。伊味咧，味内底伊家己当作是酸螺。迄个若要甲食的迄啊，伊会直淋游过，这拢酸螺，这无通食，就走过。保护家己的方式。对。哇！其实豆丁海马，因为2022年时阵，咱家人的东北角有出现。无紧，你家一跪，台湾之光，你安尼讲。你拄只跳一个，伊就落来啊，歹势。趁这个机会啊，我会使介绍一下。其实咱塑胶肠啊，有一个趣味，就是因为拢是接起来，那个涂骹也是歹去，拢无要紧，拄搭走起来就好啊。对，伊袂真正歹去。嘿啦，好啦，安尼。
安尼甲收起来，收起来，你莫甲崩啊啦，嘿啊，嘿你边面有物件拢莫经过我的手，我跟你讲。你袂当起啊啦，歹势，我甲收起来。就是矿商硬要摕我，我就讲慢慢一直摕来，一直摕来。来，甲收起来。好，歹势。啊，头仔就是讲到，因为迄年朋友带我去咱家人的丹巴角发现到，啊，我有去翕，啊，感觉讲我迄阵翕的时阵，我就感觉讲，这个遮特殊的生物啦，啊，咱应该会使有机会甲做出来。啊，虽然咱用塑胶装啊做出来较大只，毋是甲伊个本来安尼足细只共款。啊，但是我是想过讲，用塑胶装啊做出来，会使介绍别人看，啊，有实在，这嘛是咱台湾发现的动物，啊，有人实在啊知影讲哦，足水的安尼。啊，我倒来介绍这件作品就较大。啊，因为我迄阵做这个作品的时阵，我感觉讲咱的海洋嘛有可能会叫污染到，所以我用比较科幻的方式，你会看到讲有的鱼啊生啊足奇怪的，啊无就是海底有无生到奇奇怪怪的物件出来，啊无就是粪扫安尼，啊因为我感觉讲咱若有一天海洋无注意，无给它保护，啊叫污染的时阵，也许啦可能嘛会有发生讲变化安尼，啊，前仔我嘛有炸即只尖酥，大只的尖酥，啊，英文叫做巴拉古达，用看的就好摕来啊，互大家看安尼。袂使懵哦。我睇。啊，其实伊是两个面啦，一面是正常的，啊，一面是有变化的安尼。哇，而且伊个会当动哦。真诶，当真诶。这会使摕啦，因为这就较坚固。我不爱。你甲这叮当一下，后壁这尾流叮当。尾流。每一个所在。哦，真解，你有看到大白这毋是我哦，你有看到哦，老母你有翕到哦。这毋是我用，这毋是我用。我实力化，这就是乐高的魔法。安尼，啊头壳会当动。哦，尖酥。嘿。啊，另外一边是安尼。就这就是讲这边足厉害。系啊。安怎讲最厉害？足油的啊，感觉迄一地一地，你看迄无共色，我会当摕遐。安尼。哦，你看，这有圆的啦，这圆的啊，对不？啊，这无共个长长，啊，这有色，我感觉足厉害啊，真诶。真足特别的。所以你这就是讲，你的海洋你无好啊，甲保护，伊就会变成这个模样。无啦，这是算是一个奇幻啦，尝试说，啊，若有一天海洋污染啊变化的时阵，有可能会变做安怎？啊，无一定是安尼啦，迄是做趣味的安尼。是，足够赞诶。啊，即摆我倒来介绍，另外就是兰花的部分。啊，因为咱台湾因摆嘛就有人号做讲兰花王国。啊，因为咱台湾足老研究啊，培育兰花的品种安尼。啊，所以我才想讲我来做兰花安尼。即摆乐高出的商品啊，是即几年才开始出的。啊，当时我在做的时阵是足久之前。你算讲行了比因总部搁较头前。毋敢讲行到足头前啦，就是试看嘛做人无做过的物件。可能因有参考老师的，可能有看到伊的作品，啊去想到。我真正嘛有照我的兰花的作品来现场，大家会使看一下。来，咱这会来头前看。哇！哎呦喂，哎呦！哦，所以这张花就是咱台湾的兰花。对，台湾的兰花。当时我受邀请的时阵啊，是2018年。啊，我嘛是有搭这件早期丹麦的展览安尼。我迄阵用找足侪零件啊，想办法做出兰花的花瓣。啊，才法度讲哦，效果袂歹，啊，才受邀请去遐展安尼。啊，我相信足侪人拢咧试讲会使做啊足水。你看，伊这花，你正面看是花，但是你后壁看敢是机器人。这敢是机器人的零件？拢会使，迄关节零件啊，拢会使斗迄别种的，斗迄鸟的嘛会使，啊斗迄机器人的嘛会使，啊斗迄车的，也是厝拢会使用到。像这个我若无看唔到的画者，这应该就是 LEGO 啊，内底迄个人物的头，
对无？毋是，迄毋是头。毋是头，我就知影迄毋是头，嘿啊，迄毋是头啦。这不是但是这个零件有用啊，足侪所在。对啊，有头嘛是用这种的嘛，对无？嘛是会使，对啊，拢会使。阮囝伊咧斗的时阵，就足侪咧头，啊，你老爱到咧完整爱偌久？第一件斗的时阵，差不多开1个月的时间设计安尼。这件你才开1个月，对啊对啊。这你互我一世人我嘛斗袂起来。就厉你看伊头前啊，你这有发抽出来呢。哦，迄兰花的，兰花啊，金嘛，金安尼走出来呢。这个本来是啥货啊？本来这零件就是用咧，即马嘛有用咧草的，啊用咧植物的，啊嘛有用咧有时啊乐高嘛有出怪物啦，还是有诶无诶奇怪的物件，伊都会用到。相信伊一开始伊还无即种草的时阵，无即种花的时阵，应该就是迄个怪物伊的手，对嘛？啊，就触须安尼。哦，厉害，这嘛厉害。你这只太恐怖的啊啦！哦，这应该是乌面拉杯吧？对，乌面拉杯。今日想着讲要用这个狗做这个乌面拉杯是安那？哦，因为我迄阵是咧想讲台南特色，啊，除了足好食的物件以外，我嘛想过讲啊，乌面拉杯是一种足水的鸟啊，是。啊，伊是要食绝种的鸟啊。啊。我感觉讲，咱若用塑胶砖啊吼来做出来，哦，大家实在，我嘛感觉嘛是足有意义的安尼。因为咱台湾有一种包容各种文化，包容外国人，啊嘛包容动物，啊咱甲保护掉，啊我感觉讲做这足有意义的安尼。看伊的头鬃，伊安尼弯弯翘翘，毋知去倒位找到这个，啊，佮伊重点，伊的这个重点就是伊迄个喙啊。你看伊这个喙做甲安尼，是毋是？你看伊的毛。对无？逐支拢是安尼，拢安尼长出来呢，敢若活的，拢活的呢。那像讲伊踮迄个所在时阵，伊有当时伊咧身躯嘛，对无？爱着安尼，伊的毛对安尼对咧。好子哥，你摇一个，伊迄目睭的楼骹迄黄色的是啥物物件？啊，我知影，是啥？这我一看就知影啦，因为迄就是迄牛魔王伊迄个角。伊只有一角，只嘛有一角，是吗？对吧？小细只嘛。其实伊迄这个零件，因为乌面拉杯目睭下骹有一个黄色的斑纹，这个零件是金蕉零件。哦，金蕉。对，金蕉的小零件。细只金蕉，你帮我慢跳，大家跑跑。好，这个金蕉看，就是金蕉。真正是咱台湾的金蕉啦，你看啦。嘿，就厉害吼，就厉害，就有创意。哦，啊，搁斗到麻烦呢，哎呦，这是安尼甲斗起哩的，伊这也无空无损啊。有啊，我用这个零件啊接起来，安尼甲斗入去，安尼甲斗入去安尼。大家应该就好奇吼，这到底是安怎做出来？无安尼啦，大家先等于阮的座位后，阮的James老师继续甲大家导览。好，来。先含啊，这有够含的。一开始啊，咧做这乌面拉杯的时阵啊，我嘛是会先画图，吼，然后画图的过程中啊，就会感觉讲哦，原来这拉杯是制作安怎，啊爱做的时阵爱注意倒位安尼。啊，后一张。啊，即马电脑嘛足方便的，嘛使用电脑先做出来，啊，再去找手边有啥物零件会使斗起来安尼。啊，即马倒来介绍就是咱的台南美食。啊，大家会使看到就是这是沙巴鱼汤。伊迄就是后壁挂包啦，对啦，后壁啊，这就是挂包。啊，这我都做嘛是乐高零件哦，我嘛是用乐高零件做的猪啊，都有汤匙。啊，像这个汤匙是金色的嘛。啊，这个零件其实就是刀啊乌面拉杯头毛的迄个零件。共一组的。啊，白色的再用迄遐，啊，金色的我用来插起来就变做一个汤匙安尼。重点就是讲伊挂包内底啊，伊爱啥物肉才会好食。一定爱3层，你看，伊有3层的，有皮的部分啊，佮有迄油的部分，啊，佮有迄散肉的部分。佮有迄盐水哦，就厉害的。啊，像这一开始做这沙巴鱼汤的时候，我拄到第一个困难就是，因为迄碗是圆的嘛，啊，我就爱找足侪角度的环的零件，啊，一层一层甲箍起来，啊，箍一块碗出来，啊，因为
沙白鱼汤无可能是倒水来入去嘛，啊，我就用透明的砖啊，啊，搭撒在内底。啊，鱼肉嘛是因为伊迄是长的啊三角的，我就爱找足侪奇怪的零件啦，就是爱有角度的，啊一层一层贴起来安尼。重点就是讲，这是我透死人第一摆看到人做即个塑胶砖啊的即个作品的时阵，我会吞嘴烂的。你有吞嘴烂？我讲实个，你有无？这是真正有，感觉有鼻着味。唔敢若看到我搁鼻着，鱼肚中迄个有无？叫乌的。是油啊，嘿，对，啊，搁有迄个鸟鼠仔色的，啊，搁来渐渐就变白色的，迄是重点。嘿，就油呢，嘿，看来就油啊，。你若讲像你会使用蒸的，用真的，蒸的啊，伊个油会使蒸出来啊，嘿啊，对，你有做用蒸的无哈？哦，真的我无啦，但是我是做另外一件你是咧讲帮。菜？看我巴肚枵啦。刮茶帮嘛是刮痧帮嘛是咱台南足出名的美食嘛，用足侪角度的零件，啊，甲箍起来做一个胖出来，啊，中嘛是一个空，啊，再去找足侪料啊，放入去。啊，比如讲有的料是放咧豌豆，啊，我就去找青色的球形零件，啊，来贴起。啊，红萝卜嘛是找细粒的零件，啊，甲贴起来。啊，像有时啊。有的迄料是放咧飞机，啊，我嘛用这个零件箍一个圈，箍一个圆，啊，当做敢是一个飞机安尼。啊，其实做这个作品啊，就是爱有足侪足特殊的零件，啊，一个去试，啊，倒一个效果看起来是同好安尼。啊，搁爱点啥？啊，个哦，我搁中华肉丸、控肉饭，啊，搁菜面。好，迄有机会再来做。有机会。你家己去吃较紧啦。真麻烦你啦。这个其他的作品就介绍到这，谢谢大家。歹势，你等遮久哦，再来换你啊哦，来看你的画哦，来，有请。一开始咱会先画这符号啦，再来摕去 iPad 内底甲合成。草稿原来是安尼做的，我头一摆知影。啊，像这毛盖油，所以咱就要选较油的喷头，一支一支喷。这是高空作业车，啊，这是爱考证照。你会晓开这个车？会啊，这个搁较大，差不多6层楼。我拄则看到伊当边的时阵咧讲话，会加扫，刚好感冒啊。啊，感冒，感冒所以毋是喷漆的问题，安尼无代志啊。再来换你啊哦，来看你的画哦，来，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路生，我是摕喷漆干那踅台湾的高雄囡仔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我用喷漆画图的故事。好，这头一幅图是我画伫一个夜市的铁门，大家可能也是讲，你喷漆画应该喷漆摕起来就开始画，其实毋是安尼哦。咱先确定讲，这壁这铁门敢有清气。啊，若是有垃圾，像这就伫路边啊盖垃圾，就爱先甲洗互清气。这铁门我着洗2工，所以其实迄2工我拢还袂开始画图，拢咧洗。啊，洗了后，爱先上一张底擦，安尼阮这喷漆才会调。好，啊，大家应该会好奇讲，这壁遮大着，啊，这图遮细。咱是安那甲放大到这壁顶悬，会使看这段影片。一开始咱会先画这符号啦，就是画啥物拢会使 ，ABC 嘛会使。啊，搁来摕去 iPad 内底甲合成。即摆这乌线是我的图，我要画的图，就是安尼甲合成。啊，合成了啊，你详细看，你就会使知影讲，这车的啥物伊的灯可能伫 A 的所在，还是一个分的所在，就是会使定位啦，有一个位置会使参考。
就袂讲画起来我搁试错。记号的意思。嘿，记号。做记号。嘿，所以一开始迄白色的迄乌白话，就是咧点记做记号呢嘿，一个记号。是。对。啊，过来这是因为台湾的大自然介奇妙嘛。啊，这就是一金门，金门有这水ထွက်，嘿，水ထွက်伊足侪毛，这毛嘛是用喷擦去画，敢知影是安怎画？会使约看卖。安那画？这可能是用笔画的。无，嘿，应该拢用喷的吧？嘿，拢用喷的。敢有工具？就有呢。伊是咱喷擦有足侪无共的喷头，嘿，嘿，就敢若笔共款，有粗的，有幼的。啊，像这毛介幼，所以咱着选较幼的喷头，安尼喷，啊，着一支一支喷。所以其实开足侪时间啦，毋过会比你用笔搁较紧。像这一只差不多3点钟，2-3点钟。这只嘿，这只。3点钟你就牵照起来。嘿，因为喷擦着较紧啦。嘿。哦。好，后一张。这是嘛是台湾的野生动物，这毋是猫仔哦，这是嘿石虎，苗栗的石虎。石虎甲猫仔生甲足像，毋过完全无共款。像这石虎，伊头壳顶悬就有这 Y 字形的，这白色的纹路，啊伊的斑点嘛是较固定啦，无像猫仔介侪色，啊斑点都不一样，就是爱甲伊这个特色甲画出来，画好正卡。哎，佫有囡仔囝呢，你各位，看。哦，下骹遐有一只哦，较细只的。真正像鸟啊，跟鸟同款。啊，这边仔就是写伊遇到的一些危机啦。啊，即巴肚介长，安尼差不多是20公尺。嘿，啊，相片看袂出来，伊其实毋是正的，伊是伫河旁边迄个堤防，伊是安尼粗粗的，嘿，毋是正的。所以这是足大，这差不多20-30公尺吧。嘿，差不多。这画9工啊，嘿，差不多。9工几个人？两三个，2-3个人9工，嘛是全部拢用喷擦。嘿，啊，伊这壁因为毋是正的，所以其实咱咧画的时阵是旧咧画，因为你人若徛伫顶悬，是安尼，敢若 Michael Jackson 45度角啊，嘿，所以大家可能也想讲，若是你喷擦，应该是顶头啊会忝，啊，其实毋是，其实较忝的是阮的腰啊，就是因为喷擦杆仔一个色就是一个杆仔，啊，你若咧换一个色，你着爱箍落，搁摕另外一罐，所以其实咱出去会炸几百罐，嘿。好，后一张，这是咱有伫一个森林有一个社区，叫做石龟社区。啊，我伫遐画差不多10几只龟壁，足侪啊，有大有细。下一张。啊，这是我的姓名。阮其实毋是讲逐摆服务的拢是人，有时阵嘛是会去画这姓名。这是伫苗栗白沙屯的林安尊王，嘿，伊有一个故事，就是伊早起咧除瘟疫的时阵，就无细哩中毒着，所以伊的面是青色的。啊，这就是因为你一阵生命拢无共嘛，所以你爱好。嘛，亲像迄石虎共款，爱画好正确，啊，画了后，庙方会去甲神明问讲，啊画安尼敢会使？啊，神明其实嘛无咧客气，你若是画无对，伊嘛是叫你重画安尼。所以你捌画好了，神明叫你搁重画？无，无。还好你家在无，算是拢神明拢讲 OK 啦，safe。这是较拄仔迄婚龄石龟社区的壁。啊，伊差不多有三层楼，介悬。这是高空作业车，嘿，就是我咧画这个时阵，我爱开这高空作业车。啊，这是爱考证照，就是爱有证照才会使驶。你讲你爱开，还是你爱伫咧顶悬？嘿，我伫顶悬。啊，你毋是你开的吧？我开的。你会晓开这个车？哦，会啊，伊是甲开车差不多。爱考试。嘿，爱考试。这就是我伫顶悬做工课的相片，就是为着安全嘛，所以咱安全帽爱戴，啊，这高空背带也是爱甲系的，啊无其实也是有时阵就是风大，也是捡无细哩弄着，人真正是会飞出去，会死翘翘危险，嘿，
后一张，这是这介大，这个搁较大，差不多6层楼，一个城堡啊。我画这个，因为我平常时做这算是服务业，就是画人客想要画的物件，就较少有机会会使替我家己画图。迄时阵我拄好25岁，要转26岁，我就想讲，画一幅图送互我家己，所以这图是甲我较有相关的啦。亲像这中有这是一寡山水，因为我大学时阵我是读水墨，水墨画，就是以前零星是黑白的啦，画水墨，即摆摕喷擦杆仔变彩色的，我就是用喷擦的方式去甲画我较早学过的即个黑白的水墨。搁来画这虎是因为我本身是相虎，我嘛介意虎。就较爱画虎兰，所以画即个虎，对。有一张，这是我的签名啦。阮每一幅图画了，拢爱签一个名。为虾米我学做即个名？是因为 chance 连起来，甲英文有一个单字叫做 chance， 就是有机会、机运的意思。嘛，因为我本身就姓陈。所以我就学这个名当做我的体格，安尼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今仔日的介绍，多谢大家。哎呦！一般来讲，咱伫咧街头啊，看到这个街头喷画啊，拢是伊的作品一定做好啊，咱经过才，哇，真哪遮水。过场拢无看过。过场拢无看过，今仔日才知影原来这幅图遮大，伊是安尼先。为细细安尼，你还先点去做记号，你也才知这要画咧倒位。草稿原来是安尼做的，我头一摆知影。对。你咧落。近啊喷，甲远啊看，应该是无共吧？无共，就是爱一直落来，一直落来看，最好看安尼。有够忝。够忝。伊若是你的查某囝吼，你敢会担心？伊的未来啊，做的这工课安怎趁钱啊？伊有伊家己想要做的代志，我是感觉足骄傲，而且伊做了足好。你着爱接搁较侪的节目，甲伊支持。但是伊爱交到一个男朋友会使甲饲的。这就对啊。爸爸足辛苦的，体力愈来愈消失去，对吧？这是重点。但是做一件代志，拢做甲上好。上圆满。上圆满。厝内底人拢做支持的吗？算是支持啦，就较无甲我管啊，因为着家己过家己的生活，介意啥物就做啥物。伊刷落来，甲要去香港。嘿，后个月要去香港。做工课。嘿，嘛是喷擦呢。所以你安尼有法度支持家己的生活。有法度啦，因为这着我的工课。以前可能我家己尔，即摆有较侪同事做伙，有一年人做伙，嘿。所以咱今仔日看，就是讲最特别所在，就是一个街头咧喷画，老师伊是算礼过，所以重点就是啥物？咱今仔交分题拢无食的，一定拢无食的。以为有挂包，嘛无拢用看。好啦，爱动手啊啦，阮刷落来就是互大家会当体验看卖，因为今仔两位老师就有心要互大家，虽然无食，毋过你会当动手做看卖。好，来啦，咱来做看卖。来哦，来哦。呀，来。来，手机有zap无？比赛。无啦，看相声做出来。好，预备。来啦，我用尾啊。阿伯开始哦。你哪安尼？你人哪啊奇怪，你做唔对伊啊啦。我这只不是酸鱼，我这只是刷鱼。嘿嘿，我小可小好看一点。无看起来就凄惨的。收一点点，就是看起来足无共款。今仔这两项体验拢真趣味。刷落来就互大家动手做看卖，就知影要投互谁啊哦。好啊。呀，来，手机有zap无？
哦，哇，动手做，规个头拢大起来。要做啥物哈？老师讲这就简单的啦。安尼吼。要做啥？今仔就是要做一只山湖的顶头的鱼啊，啊，酸蚵鱼啊。对。哎啊，简单的几个零件就使做一只鱼啊，是。体验一下安尼。好。你较有灵魂一个好无？酸蚵鱼啊呢，哦，看起来真好食啊。我明仔载过来接你。两人一组来，两人一组啊，要安怎用啊？安怎用？你先摕啥物？啊，咱先找这个零件出来。好，啥物零件做一个？这个白色的，白色的。倒来咱找这个零件边仔有豆啊。老师，我感觉吼，咱是爱看这家己动手做比赛，安尼我来做像做的较好。哦，你要安尼好这袂你若要安尼好哦，有啊，这时间。看相先做出来，好，预备。我用杯啊，你用。还未开始哦，未咱先头走哦，还未哦，预备。开始。预备，还未哦，还未开始哦。你哪安尼？开始。来啦，来，你做鱼啊？我做杯啊。我买流星。好，我头好啊。你头。嘿，爱去互伊背一个，我即摆毋知人咧对啊啦，豆豆来。无去啊啦。无，老师，你哪会咧做？老师，你无需要做呢。老师，你莫先认真好无？安尼。啊头嘞。目睭无去啊。就你啊。呀。这是目睭。对嘛。安尼，好，好。安尼倒去。够紧的哦。好，安尼。好啊，老师啊，哎呀，我歹势，阮好，好。酸蚵鱼啊，安那，第一名有无？你免做啊啦。好啊，要好啊，老师。我嘛好。啊，这啥？我嘛好啊。你会哪啊奇怪？你做唔对呀啦。我哪做唔对？你做唔对，你互老师看。你这写啥物啊？所以歪去爱为搭下骹一点啊。喂，老师我跟你讲，我这只唔是酸蚵鱼，我这只是沙鱼。对。老师，你看我呢？看我呢。完全正确，完美。真 lucky， 这袂歹啦，这爱有创意。对。你完全可比无好。对，拢叫老师做，爱有创意。对啊，吼，你做了够好看，哎呀，吼。好胜耶！好，刷了来，刷来，玩家这边哎呦，今摆要来喷这，要喷茶。喷茶。来，要安怎开始？有手套，来挂手套。来，一箱就对啊。一支手一支。啊，一支就好，先试一张互恁看。好。啊，恁就先记咧。好。好。喷一个海。好。好。就画一个亲像迄对话框共款。喷一个海。我哪看袂出来都有海哈。海还袂画，海伫遮，喷一个黄色的。啊，这烧甲喷好满了哦。摕阮较拄仔柑仔烧，甲边啊嘛是喷好满。安尼一个海就出来安尼。啊，这个喷菜伊是算是水性的，所以你可能会感觉味敢若无讲介重，是伊是无啥物味。啊，这若是沾到手，其实嘛是洗起来，洗起来。哇，有走出来啊，安尼就有啊。会使试看卖。甲景做出，真好。啊，这吼，就互大家试看卖啊。拄则又先喷一个底，来，你甲迄个底喷出来。你确定要搞？你哪会遮尔惊吓？女神你是安那个妹妹？就迄个底先甲喷出来，免惊啦。你介意青色的。好。要这吗？先甲喷一个轻出来好啊，较紧的。嘿。好，安尼吗？嘿对。啊，毋过哪会遐粗？因为爱无够紧，嘿，无够紧。哦。爱搁较细啦，会搁较好啦。安尼有啊。安尼会使。好，啊，过来上个条膜来，上个条膜。好你。中无共色。这条膜啊海出尾啊，对。
我先画遮哦。我感觉找到美感安尼，爱搁较紧。其实咱平常咧画的时阵拢是徛的，嘿安尼拢徛咧徛嘿的，会对袂安尼伫涂骹，所以平常是像这就会流啊，会流边啦。会流边。是毋是爱先画这较右边啊？好，后一个就画这海。好，先画海，来，你画海。哦，好，安尼就好，过来就加这小地红沫。遮。地红嘛，哇，你来啦试看。 ，James 老师，你来试看卖啦。就细哩，莫碰着你。哎呦，嘛可以哦，会使哦。安尼就好。所以其实这遮高，咱若是甲糊起来起来，就会开始流啊。哦，安尼就是阮的海啦。嘿，我小可甲小好看一点。啊无看起来就凄惨的。哦，安尼就好。诶，你收过收一点点，就是看起来足无共款。哦，今仔这两项体验拢真趣味，不错。真正。好看好看。好，安尼咱手奖嘛是要甲提走。诶，哦，想要去参加啥物？你甲投了。好。我 OK， 来James来遮。拢起来未？起来啊！好，来算到3，来1、2、3，请开票。等等，老师招票。老师因家己本人嘛招票。这艺术是做足大的，啊，足侪人会看到，啊，我做的较细的。没啊，你做的细个，但是你是全世界拢看到呢。我这嘛是全世界拢看会到哎啊。呦，谦虚谦虚。是俺两位。我是感觉拄则真正动手做，迄看起来感觉足难，毋过做起来其实就有成就感的呢。好嘿，耍所以我感觉就好耍的，我就投互积木老师。是。啊，我是感觉吼，伊爱做一件代志，爱有一种勇敢，爱打，爱喷出去，爱有大的图的计划。啊，我感觉伊足少年的，27岁会使做这，啊，搁去外国，值得鼓励。这是我的感觉。对，啊你咧？我感觉乐高老师，伊的创意，其实迄爱需要空间去想，嘛是足厉害。要毋过，我是感觉画这，伊是伫台湾每一个所在拢会留落来，啊，互人经过的时阵，互人看会到。是。啊，搁爱爬悬，搁爬架还爬架。啊，本身我嘛就爱画图的，所以啊，浩子哥嘞。我吼无到街头喷擦，是因为吼我拄则看到伊淡边的时阵咧讲话会家扫，心疼。嘿，我会感觉足唔甘的，若想着讲家己的查某囝去做这，虽然讲全世界拢看到，但是身体健康嘛是爱注意哦，对不？感冒。啊，感冒，所以唔是喷擦的问题，安尼无代志啊，安尼我一点仔问题拢无啊，嘿，两项我拢会使选。是啊，赞，多谢两位导感谢两位，谢谢。好，观众朋友哦，你若想趣味的故事，欢迎报名海海导览先生讲，互大家听哦。啊，若是爱看咱的节目，去台语台 YT 频道拢会看得到哦。咱后集来相会，海海导览先生，拜拜。再会，谢谢，感谢。